阿凯说我们的团队都不讲理。来，线上的朋友，我上镜好啊，系啊，莫讲拢无上镜头来甲恁讲话啦。来，线顶的朋友，小弟要问恁全部一个问题：他是不是从头到尾一直跳针说我们的团队不讲理嘛？来，有听到的朋友刷加6，我甲恁报告一下，讲阮的团队无讲道理嘛。线顶的朋友，我问恁一句话就好啊。所有的人，上简单的。 我全部都问你们一句话，简单的一句话。来，像凯宾的蓝勾勾用买的，恁买蓝勾勾无咧用买的啦，无遐可怜啦，你知无？来，线顶的朋友，上简单啦，我头拄甲恁讲的重点，来刷加了。来，头拄阿边甲你问的重点拢刷加了，看恁俩鸡摆讲阮散价，人数买袂起，毋是阮散价，是阮无想要干这种垃圾布。 买什么人数？阮袂介意买人数。阮买人数要死吼！看你娘，阮这样是真人啊！买人数要死。恁爸做直播做遐久吼，唔捌闹鬼啦，唔捌咧买啥销人数啦。然后讲阮无讲道理啦，什么叫无讲道理？来，线顶朋友，我问恁一句话：今天我举个例子哦。来举一个咧。好，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，很简单。我问你。 今仔日，假如讲咱这个馆长，来，今天假设馆长进来我们直播台，来几百家，来甲阮叫啦，来甲阮叫讲吴凯斌，你干你娘鸡掰啦！来，我问恁一句话啦，我如果跟馆长有认识的情况下，我会先密他来求证，还是直播开上去在那里炒人数？来，恁甲你讲，就这么简单，炒完人数在那边苹果杀小加1啦，什么苹果福袋福箱底下加1啦，我就给你们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啦，来。 我甲恁讲一解，今天假设凯宾跟馆长他有认识，馆长要用几百问的直播间，跟胡凯宾干你娘老鸡掰拎刀的西郎。来，凯宾下了播，第一件事情是开馆长副本，还是直接打电话过去问看一下，求证一下？过来第2点哦，如果是真账号，你会不会录影存证？会不会？还是单凭一张截图？你东刚，你咧开直播干你娘的！ 伊讲咱赖长伟去甲乱嘛，对吧？对你说我们公司的赖长伟去乱你嘛，是不是？是。干你娘的！啊，赖长伟东港咧开直播，要甲你乱啦？对啊，重点是安尼啊。啊，无做简单的吗？来台湾直播男神阿凯，那是真假粉丝嘛？看了，是不是假粉丝？查看嘛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来，真的假？搁咧干阮娘鸡掰干袂了哟！鸡掰咧！我跟你讲啊，唐少凯做人较正气的啊。 真的啊！你甲讲无效，鸡巴人甲真生要怎讲话啦？鸡巴你搞真生，搞干猪无生啊？假嘛！我跟你讲有哦，你们线上酸民如果要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真正无好买，你也无好买。哦，你有了解无？你别安尼为遐鸡巴啦，干你娘！恁兜死人，不然后刚刚我直接找他双直播，哦，就伊双直播，伊唔敢，伊就是唔敢，你要救伊嘛，对无？对无？ 我干你娘做工课嘛，较正气的。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安怎讲你敢知？这个囡仔吼，莫讲这个这个高精生啦，这个高精生讲啥你敢知？看你娘，甲阮规个直播团队拢讲啥敢知？阮拢毋是卡，阮拢全部毋是卡。看你娘，鸡巴台湾，咱讲你呢？台湾呐，他讲那一句话，规个台湾的直播界伊上笑，讲阮毋是卡，阮拢过时啊，阮拢过去啊。你上后啦，好无？你上后啦。你连这只大颗音哥你都电袂过啊？干你娘，你电胡改编？ 你娘鸡巴，你假嗨以后啦？你是不是吃坏了？唐少凯，啊妈你规工伫遐干你娘鸡巴！我来，重点是规工拢咧买人数，啊你买假的人数，再要来甲人比人数，你是咧比啥小？对啊，北七的你知无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很主席，我讲现在导1万个人进来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钱开了就有嘛。啊，重点我开这钱有什么意思？因就是掠着恁台湾人的心态嘛。 是不是？哎呦，爱用人那济，哦，几摆甲看卖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袂歹哦，福袋买讲卖，啊是啊，开啊。看你娘，无怪也好呀，无怪也好呀，看你娘嘞。再来重点啦，整天在那边蹭人家流量，四处蹭人家流量，规工底下咧刷假福袋啦。来，就问姐，来，所有人线上的朋友，有买过他们家的福袋福箱诶？有去用诈骗过的，全部私讯胖鹦鹉后台，恁爸一个一个来给你公布。来，全部你有买过的。 好，只要你有买过的私讯我的后台，我来甲恁公布。我替恁做公亲，干你娘鸡巴有代志我打。
啊，迄个唐少凯，你讲恁爸安那食真大哦？来验尿啊！莫讲验着，咱两个做伙验。做伙验嘛。咱两个做伙验，听讲你咖啡啉的拢招七仔去相干。干你娘鸡巴！重点是招别人的七仔哦。啊，重点是啥物人讲这？干重点是啥？毋知，共买咖啡佫无红钱，干你娘鸡巴欠人药仔钱，干你娘规个风声咧传遍直播界。啊，招招的鸡歹，佫去互掠去，啊，就是安尼咧闹开。啊，讲伊安尼上头版啦。送你鸡巴啦！干你娘鸡巴！你不要去中间蔡明文了，你去中间蔡明文，我安尼讲啦，媒体啦，连续破2个月啦，干你娘咧！闹开闹大，规工伫咧隔白痴，干你娘鸡巴！规工就操你妈，操你妈！干你娘鸡巴！你人讲无？高真生，干你娘的，高干低无生。那个恰奇，我再跟你讲一次哦，连你做伙验，连你做伙验，你是白痴吗？你读个歹去吗？干你娘鸡巴！我讲我干过你娘，你敢要信？唔正经来破白囡啊，对不？来，你们有被唐少凯骗过的，来私讯后台，我们一个一公布，对不？帮你公布一下。啊，我甲你问一下啦，同学，我问您啦，今天刚刚凯宾讲了一句话啦，我问您一句话就好啦。你们认为他在蹭我们流量的打加六？然后重点，你现在看到的人数，我跟你说都假人数。哦，咱免甲伊安尼伫遐543啦，干来讲一个重点啦。你就用假人数假流量，而且他有在那边承认哦，直接在线上承认说他是假人数。伊安怎讲你知哦？啊，我有钱买人数，你敢有钱？啊，对啊，系啊。有钱无钱吼，唔免伫直播面顶伫遐咧讲啦。我有钱无钱，阮兜的代志，你知无？阮兜的故事啊，对无？鸡巴，你管咱眼照表火车搞？干你娘！恁爸钱要安怎开关你屁事呀？鸡巴，恁爸钱徛牙顶，无你的代志吗？看你娘鸡巴，规工讲我无钱，干你娘，你钱真济咧啦！大家拢讲吼，伊去用手留言啊。拜托的，恁去拢讲你一个去拢死的啦！啊，我甲恁讲，你若去个留言，我甲恁讲，后一档佫开起来啊，这个过无2天佫开啊。过没2天，人家要追踪他新流量又进去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福袋开始佫卖啊！来，迄个小豪讲3000人，敢若一个人甲伊食了啦。嘿，你家己去看就知影啦。来，全部的人现在正在看直播的，全部刷+6，录互唐少凯看。如何看？全部有咧看直播的，全部咧看，录+了，录起来！我咧对啊，干你娘咧，鸡巴咧！哦，鸡巴咧真正，干你娘！恁别做酸，要起甲真正领会带你敢知？来，歹势，阮兜+6洗版啊，吼。真正个笨手笨手，你敢知？那个笨手甲这个小型啊，那个笨手甲这个小型啊，干你娘咧！做闹气的，你敢知？我的分身也被锁，我跟你说啦，你们不管去几只啊，恁不管去几只，反正伊就甲你收几只。我甲你讲，这种的就是安尼啦，标准的啦。我甲你讲，干那一个方式袂用说尔。哦，干你娘！胡改编咧臭鸡巴，我甲你讲袂甲你说，袂甲你说。胖英有4大箍，袂甲你说。啊，你若讲那个，我甲你讲说起来，那个说起来，我只是说那个而已哦。干你娘咧！对不对？随便别个问啊，阿凯，晚上好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的字都被吃了吗？哈，邱子环嘛，老邱胖英嘛，干你娘咧！什么卡？甲恁爸讲安尼咧？你即摆咧找代志嘛，对无？对不？啊，是你咧找代志，我咧找代志哈。来，胡海滨、胖英武刚刚在唐少凯那边帮你站虾，怎么可以骂我呢？没有骂你啊。恰是我甲你讲，不是咧骂你，我要互你了解，因为你用反问句来问阮，啊，无好，咱讲真诶，来3个人一起验尿，你们会同我们一起去。啊，大家做伙验着。大家做伙嘛，你莫验，无要紧，阮来去验，啊，你来阮边啊。你做阮的证人啦。你要有逻辑性嘛。你袂使讲，唐少凯说胡改斌吃安那是真的吗？你哪有这种问题哈？你看阮的直播看偌久啊？我讲认真咧做算命做偌久啊？阮的面搞成食安那的面吗？阮逐工会伫遐执着吗？会吗？对无？啊，恁爸无我那惨啦，咱讲认真的啦。来，搁你刷起来啊！有听到？搁你刷起来啊！你他妈鸡掰！你他妈讲刷恁兜4人一整排，看你娘咧！规工就咧抓销抓骗，啊！我跟你讲。他那一些酸民，那些婉君呐、我讲认真呢，拢超比我18岁，我拢看过。尤其一个叫陈庆伦呢，陈庆伦，我点进去看，他妈的，我跟你讲，被洗脑洗疯了，对吧？乱七八糟。线顶的朋友有看过我的直播的，全部拢知。
阮的代无可能去乱别人，因为阮平常时阮就无闲甲靠背啊，阮嘛无可能去做即种阿斯巴拉的代志。阮若要乱，顶礼拜阮若要乱，莫讲顶礼拜，上个礼拜全台湾全部直播这拢知影恁爸加一个人尔，像就天风尔。对啊。我要乱，我进前我要乱，我应该是爱先乱天风，毋是去乱伊呢。我爱乱唐少凯吗？干你娘！你无代无志来伫遐咧543是咧543笑啊！啊！你到底是咧袂清袂楚的啊？这种直播主啊，我讲认真的不配当直播主，败坏整个直播界。看你娘，甲恁当做啥提款机？甲恁当做金流啦，洗钱洗真紧啊，卖福袋啊，什么小保底，iPhone 12保底，来这一支不用卖你1000块，这一支卖你20，来全部刷关键字，规工就是安尼尔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来用那个天选系统直接内定，人我的台咱讲认真的啦，真抽真送啦，这拢免讲啊，嘛毋是讲我最厉害，我把我说那个人了解，迄种人那一种台一定要抵制他，怎么抵制？很简单，卖甲看尔，卖甲看尔。即摆大家拢在讲啊，阿凯一直咧跳江讲，为什么要跟我双直播啊？为什么要跟我双直播？啊，他就不敢双直播没？恁娘的，我问恁一句话啦。搁跳跃，搁跳跃。阿斌，我问你啦，检察官叫你去开庭，我讲为什么我要去开庭？为什么我要开庭？为什么我要验了？为什么我要去开庭？对无？伊你心内你有鬼啊！咱即摆招伊验了，伊敢敢验了？对无？为什么我要搁你验了？我唐少凯逻辑足奇怪呢。凯宾招伊双直播，大家讲我清楚嘛。你讲我甲你有543嘛，无要紧，咱大家双直播随讲我清楚嘛。对啊。大家来证明嘛。是啊。结果你唔敢。你唔敢双直播，你什么逻辑？这袂输讲检察官传你讲来到案说明，我不要啊，我干嘛要去？我不要啊，我就不要啊。你啊，你鸡巴，你有懒觉无懒觉？唐少凯，你真可怜，你敢知？恁爸爸人妈妈，你看着我这大人讲认真的死都唔冤家。恁妈妈可能去钓泥山，恁爸爸可能去弄豆腐，无法度啦。恁爸水盖草，毋是规工伫咧操泥吗？我通讲干你娘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拜托的啦，台语较标准的啦，讲话较认真的啦，安有了解无？头脑思绪简单一点啦，好不好，同学？干你娘，唐少凯，毋是囝破病囡仔，恁兜死人，无怪恁天风定甲你讲啦。